威力无，是要团结力量，对付基主青阳爷。大兄，你误会了，阮大家共商青阳爷是老先生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唔通甲我当作三岁孩童给我欺骗？喂，等下刘亮啊，你讲话较客气些哦。你是什么人？将我的讲话去哪了？你讲。大海。你免插嘴！哼，老撇运，你唔通要望小梁山佮飞龙山庄的人马来对付基主青阳爷？大刘亮你，哼，真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莽夫！你，大公主，天一时之气破坏大事，小姐，我是王爷看中，委托我的任务。今仔日既然我知影伊的阴谋，我就是会死在小梁山，我也要为王爷尽忠厚命。大娘，你这句话过了伤过分，阮并无害青阳爷的意图啊！徐祭主，我敬重你是条的好汉，想袂到你竟然是个不辨是非、甘愿要受人利用的凶宅。大有良，这是欺人太甚！徐祭主，这个小囝吼，伊还阁唔知影死歹代，应该来教死者，送你来，你不呀呀！对付。小将士叫到你身上，哟，咱来。想袂到会发生这场误会。哼，但刘良这个小囝吼，都是徐秀辉挑工要拜托伊来破坏咱大家合作啊！老先生，今仔发生这件代志。我真正感谢，我甲上庄主合作之事，应该赶紧进行，才袂发生其他的误会。那你真好。哎，人客啊，那这间房间吼是阮店内上界清幽的，店家养伤上好哈。我多谢多谢。哦。哟，拄着我伫小梁山讲遐个话，敢讲有讲唔对的事？一定对啦。老撇运，伊想要先交费用山庄，后来说服小梁山的人马。来对付基主的王爷，这是咱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。你是要叫阮怎样我哩？就阮哩是要叫咱来招降小梁山，希望徐祭主会当为招降效命。想袂到老撇阮哩，我实在不耐用。王爷交代任务，我为什么袂当完成？我算是什么？我现在就要去小梁山。大公主，你要去小梁山做啥物啦？我要去说服徐大，斗青阳爷。你已经
甲人反目啊，而且也动过手啊，你即摆搁再去小牛山，有啥物路用呢？姐，我真该死，我是真该死，我竟然讲也当恁。做，咱黑皮箱，倒来休困一下吼。王爷交代我的任务，我未当完成，叫我哪会当安心？都在逞伤心。王爷上台，情不浅，专心保好应的该言。担心王爷会等恁的消息，我想讲咱应该好倒转来互伊。你想问也袂好诶，运动在地休困几工，你着急要互病。袂用哩，咱已经耽误3工啊！我的办事，总袂用你有一点仔伤，就袂记你公事。安尼，更是王爷怀疑咱办事的能力。
你要叫我安怎样对交代？你放心，阮这王绝对袂怪你办事的能力。佮再讲，你身受刀伤，这是一件功劳啊！玉凤，你千万唔通在王爷面头前提起这件代志。我为王爷重心效命，这点也上算是什么功劳？好啦，我也袂甲你辩理啦。规定吼，你讲的拢是有道理啦。要无安尼啦，今日搁休困一工，明仔载咱再起跳。好，我听你的话。那你若我行，我就莫行。要无，你叫一顶叫我坐好。这楼内哪会拢无看半个人？小姐，你有啥物代志？你是？我是伫咧这庙内面斗相共做代志。姑娘，你敢会晓逼签诗？我看唔知影这句签诗是啥物意思，你用咧甲我解释一下袂？好。银河一水过盈盈，请喜拿桥有路行。毕竟风云多祸福，好将玉蝶争婚姻。这张签诗是好也歹啦？小姐，请问你是要问运道还是婚姻？我是要问这个人的下落。恭喜你，这张是上上好签诗，行人有下落，而且将来会结成一对的好姻。正是嘞，那安尼我也会当搁甲洪武兄见面。小姐，哪无看到阮阿爹？阮阿爹去对，我要来甲伊讲这阵的好消息。小姐，你拄仔咧讲洪武兄，是毋是叫做朱？是叫做朱洪武。朱洪武？张庙长，我请问你者，这间灯塔庙面顶迄个灯塔，若到暗时是安怎爱点灯火？这敢讲有啥物作用是？员外千万唔通胡白问，若去互官兵听到就歹哦。有这么严重？老实讲，这个灯塔顶悬这个灯火的信号，就是有关军事机密。我就是被派伫遮伫咧看管灯火的人啊！你看，对岸铁木里元帅主力军，就是住在伫迄个彩石基。原来如此。咱大家拢是善良的老百姓，我也是被逼不得已，才会来替因援军伫咧做事。良心讲，啥物人心甘情愿要来互因利用呢？好啦，
搞出来！拜托的啦，我都无物件咧，我厝内面哦，敢若剩一支破草架啊尔啦。实在无？啊，迄草架哦是咧挂草咧饲牛的咧。实在无都是。无啦，拢厝内拢无啥物物件啦，拜托的啦，我都无物件。那无用，来去恁兜敲着。无啦，百姓受这款的迫害，看是要安怎搁活落去？对对兄，就是这个人是犯什么代志？哪会有因这款人迫害？原话你毋知影，这援兵啊是无法无天，因即马伫咧没收家家户户的这个铁器，就是讲连一支菜刀都爱交出来，嘿，也毋是伫咧惊这个百姓会起来甲因反抗。即马搁伫咧实施一种理家的制度，就是讲每20户，因就派一个援兵在遐为家长。这就是援军伫咧监视百姓、控制人民的步骤。是啊，抑搁实行一种啥物咧三家养育员，就是讲若三家伙仔人，啊，都爱饲因一个援兵啦。官位，目前一日不败，百姓才受偌济惨害。听讲各路的这个义军纷纷伫咧起义啊，要因若会当讲早一日赶紧拍来这个所在，将对方遐个援兵该消灭。我相信铁木儿必定一败涂地。要若安尼，百姓就毋免搁伫咧受苦。小姐，王贵贵，是。食。姑娘啊，你逐工都食这个大鱼大肉，腹势食啊足歹势呢。我甲你讲，只要你若守规矩，将这个饭菜拢甲我食完，阮飞龙山庄哦，饭桶是真大卡，毋惊人食，绝对袂去开来一个小牛山的干涉。姑娘，可是我毋是干涉，你放我出去好毋？是毋是我不管啦，规伫老先生去小牛山伫要倒转来，若到迄个时阵，我爱你出面作证，互迄个痴达知影厉害，向阮大兄赔罪。哎，喂，为洗清我这个冤病，只好就爱等老先生倒转来。见笑，安尼对，赞。上庄主，本席过去都有冒犯，误会贵山庄偷错木材之事，实在在此向你大家赔礼。哎，七姐主，我上某人哦，感觉非常的见笑。飞龙山庄甲小牛山有这么济误会，我上某人我是十分的抱歉。今仔日会当化艰苦为玉佩，真是生平一大喜事。请。老先生，小牛山众兄弟愿意恪尽道力，捐献银行，报效国家。现时各地焦怀不安，百姓流离失所。飞龙山庄愿意听老先生的指示，去贡献力量。那安尼真好。小灵山地势险要，会用咧作为义军的军基地。等待我派人找找主公朱洪武，迄个时阵就会用咧号召各地军勇。老先生，七姐主、上庄主要有甚物意见是？
哎呀，上庄主啊，你吼唔免搁再有怀疑啊啦！我听吼咱老先生伫咧讲哦，讲咱的主公是一个英明仁德，阁是一个有武才，阁有文才，文武全才，是一个一等一的人才。哎，大海啊，你误会我的意思啊！我是要问，老先生伊所讲迄个主公，是毋是当年师门这个解救着这个瘟疫边迄个朱洪武啊？上庄主，原来你甲主公早就熟识。其实啊，我也是无见面过。上庄主，我认为找找主公，咱应该爱负责。对，咱大家同心协力来找找主公。大哥，你拢讲好啊？翠花，那你是要有什么代志呀？大哥，你唔通袂记一件大代志哦。小梁山派出来迄个干涉，应该请市节主，互咱一个公道啊。什么干涉？小梁山并不派出什么干涉啊！哪会无？甲我押出来！你就是小梁山的干涉。老先生。